你要是不喜欢吃肉，我陪你喝酒啊。这青春期都过了，怎么还长痘啊？娘娘，娘娘，微臣给您请安。哎呦，张太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来，娘娘，您这是阴虚火旺而导致的面部生痘，是缺乏什么？缺乏。难道是没打泡的原因？娘娘，臣要说的是……行了，你要说的我都明白，退下吧。啊，那臣先行告退了。哎。绿篱啊，我有多久没见到齐胜了？奴婢也记不清了，大概有1个月了。1个月了。之前是没有让我尝到甜的滋味，我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。现在让我尝了个鲜，又藏着掖着不给我了，你说我能不内分泌失调吗？娘娘，明日可就是为杨玉将军接风洗尘的日子，您这一脸的痘，怎么面圣呀？明天就能见到齐胜了。那我这一脸的痘终于有救了。明天。杨将军，请。好，谢皇上。啊，哎呀，好热呀！装什么没看到？我只有主动的。皇上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我来给您夹菜。张伯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要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对朕好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太刻意了？那我尽量收敛一点点啊。哎，你不喜欢吃菜，那我给你加肉吧。吃肉才有力气嘛。有力气做什么？哎呀，没什么了。你要是不喜欢吃肉，我陪你喝酒啊。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先干为敬。张伯伯，朕觉得你还是回到你的位置较为妥当。人家为什么要回去啊？人家才不要回去呢。人家坐在这儿还可以照顾你，保护你啊。保护朕？朕无需保护，你在这儿只会让朕觉得更加不安全。请你与朕保持距离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要面子，那我在外面就给足你面子。晚上你陪我回兴圣宫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今日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朕终于盼回了杨将军。各位爱卿，不必过于拘礼，要带朕陪好杨将军。哈哈，臣等恭送皇上。哎，娘娘，
您好像看上去不太高兴啊。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没看见今天杨家这局面，指不定有什么好事儿。此话怎讲？俗话说，老天欲要你灭亡，必先让你嚣张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话呀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杨家一下子受赏良田1000顷，黄金美眷无数，就连皇家在翠山的山庄都赐给了他。这一时间啊，杨氏一族啊，在帝都那是炙手可热。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嗨，娘娘，杨家在南下拿下了一大块地啊，这点赏赐根本不算什么。也是。不过齐胜现在对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一眼，哎，就连我脸上这些痘他都没看见。就凭他对我这个态度，由此可见，这一定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风平浪静啊。看来我皇后的位置怕是不保了。九王，娘娘，你的脸是怎么了？别问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一会儿赶紧去跟杨言说一声，让他吃饭走路都给我小心点，别那么嘚瑟。我怕最近会有什么闪失。为什么呀？最近杨家风头正旺，树大招风，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，九王？还有，我最近有点乱，看到你我就更乱了。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朕的谋划，你等可记清楚了？皇上果然是好计谋，臣都记清楚了。朕的这个办法，只是委屈了杨将军。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杨将军为南下朝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朕对你的那些封赏，远远不及杨将军的一腔热忱。但如今，却还是不免危及杨家。皇上，您此番话真是折煞老臣了。那些封赏对臣来讲，远不及为皇上排忧解难。朕也是陷入两难之地，才不得不做此打算。如果朕再不做什么，怕是他们真的要翻了。九王行事一向谨慎，皇上的计谋正是趁他风头正旺、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。这便是温水煮青蛙。朕就是让他们不易察觉，慢慢卷入事端。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便为时已晚。皇上，杨将军请放心，朕不会真的动手，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。皇后也必须要明白，谁才是她真正可以依靠之人。皇上圣明。杨将军，到时候范御史那边有什么需要，你也帮衬一把。尤其是杨岩那边的动向，你需要及时和范御史通气。臣一定谨记于心。朕说的步骤，你等记住，一步都不可以走错。是，皇上。杨家大获封赏，我们更要谨言慎行。这是鹏鹏特意嘱咐的。女神都发话了，那必须遵守啊！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此时不宜徒生事端。放心吧。哎，啊，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，车受损也不严重。你走吧，不用你们赔了。不用我们赔了，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。赔！这条路本就不宽敞，难免发生事故。你我各退一步也就罢了。你眼瞎吧？这条路窄吗？你们不紧不慢的走着，影响了别人的驱车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
让你家主子出来，我跟你说不着。是谁在叫我呀？哎呦，原来是范御史啊！刚出了点小摩擦，都是自己人，就不计较那么多了。杨公子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本御史可都是听到了呀。你当然是没事儿，可我的马儿受了惊，车受了损，我的车夫又受到了精神创伤，呀，我的马儿肯定是吓到精神分裂了。哎呦，我这老寒腿又发作了。你说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说吧，是不是缺钱花了？这是什么话？你以为有钱能摆平一切吗？范御史，如果深究起来，此事并非我一方之错呀。你，九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就着没事找事儿。用娘娘的话就是，你丫的没事找事儿吧啊？嗯，你丫谁呀？你他妈敢推我？你呀？你呀？嘿，你呀？你呀？哎呀，你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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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的事情，朕都明白了。原本是场交通事故而已，只是九王和杨玉的小儿子仗势欺人，对你大打出手。可是如此。是啊，皇上，那杨延将我的车夫暴打，还辱骂他是鸭。我的车夫不堪受辱，昨夜投河自尽了。各位爱卿，尔等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不妨谈谈对此事有何看法。禀皇上，九王那里当人的行事作风，大家早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了。对于那里干的那些事情，大家心都很不满意。确实如此啊！对于他们的种种做法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啊！他们如此嚣张，背后可还有别人撑腰？这，皇上，这个事情要是一直追究下去，可能会波及波及什么？皇后，张家，朕乃一国之君，朕需要顾及谁的颜面吗？皇上，这事儿要是深究下去，确实波及到皇后娘娘和张家呀。对头，还有跟九王关系好的那些王爷也脱不了昭昭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给我